你係講咗立邦占士咧入選咗防守一隊嘅第2位啊，但我覺得你唔夠中肯噃。唔通你覺得舊年第一、今年第2嘅成績唔係叫退步？我唔係咁嘅意思啊！我係想講聯盟真係好奇怪，嗱明明選出咗今季嘅最佳防守球員咧就係灰熊隊嘅馬克加索啊，但係竟然入唔到防守一隊，去咗防守2隊噃。哇！今年嘅聯盟個機制，嗰個選票機制，我不嬲都有懷疑。其實講真啦，占士值唔值得攞 MVP？我覺得不如重選吧。你睇埋聽日熱火對公牛第5場比賽就可以下定論㗎嘞噃。唔使睇啦，聽日未必係打波㗎，聽日可能係打交都唔定㗎。我真係費事聽你講啲謬論啦！呢個時候係睇《格不蘇號》，今日介紹下飛鷹嘅季前特輯俾大家認識下。由2005年升上本地甲一組嘅飛鷹籃球隊，以嚴密嘅防守配以 run and gun 方式嘅快速反擊而聞名。呢種風格一直深受本地籃球迷嘅支持同喜愛。響球隊現有嘅資源同主將梁文雄帶領之下，即使做好咗快攻、3分外投以及壓迫性嘅防守，但基於內線人手單薄嘅情況之下，飛鷹響過去聯賽嘅成績都係徘徊響第3、第4名。就以上季為例。雖然球隊引入較一經驗豐富嘅中鋒吳華峰強化內線，可惜隊中嘅優勢3分球命中率就意外地大幅下降，再一次經歷咗失望嘅球季。結果上季飛鷹繼2011年之後，先喺常規賽得第4名，但之後就喺季後賽嘅季軍戰裏面擊敗福建，奪得第3。其實上季個表現都係有少少強差人意嘅，因為始終我哋個日積月累個問題啦，嗰個內線嗰個即係我哋憂慮啦。我哋對波個籃板係比較弱嘅，其實上面嚟講，即係對比其他3隊，我哋其實可能投射係最矮嗰一隊嚟嘅。我諗始終都係我哋嘅內線咧未夠強啦，即係嗰個把氣未夠。因為始終咧阿德咧嗰個能力咧，我感覺上咧佢仲應該有改進嘅空間嘅。可能唔多唔少，其實同我入職有啲關係嘅，即係可能始終個陣型就突然有變動啊，好多個隊友之間嘅協調又要重新磨合過啊，可能頂個位置嘅，可能阿蘇啊，或者可能係補上啊，莫家俊或者長啲人出嘅時候，都磨合會點樣，即係可能會有呢個問題。咁但係舊年亦都好彩有阿華峰翻嚟幫手，咁所以咧我哋啲仍然咧能夠保持到咧我哋嗰個季軍嗰個位置。飛鷹季前就有中鋒吳華峰轉投福建，不過球隊就獲得甲一經驗豐富、效力過多支大球會、技術精湛嘅呂楚威加盟，有咗阿威呢個小前鋒加入球隊，大大提升飛鷹嘅攻守實力。今年咧就阿威咧就翻嚟幫手啦咁樣，咁用阿威嗰個經驗啊同埋佢積極嘅態度咧，對球隊呢班後生咧起定一定作用嘅。其實佢作用最緊要咧就起一個老大哥嘅心態，一個大師嘅心態。因為咧佢始終有一個經驗，佢都有一個位置感，咁佢覺得咦我嚟呢度咧有一個使命感，就希望帶住呢班小朋友咧衝擊新嘅目標。咁佢一路咧都係扮演呢個角色，即係做得相當好嘅。就咁講受波，我哋個3號位其實係最弱嘅，即係經常性俾投射嗰啲球隊去爆啊，去即係針對嚟打嘅。但係今年加咗個位咧，可能喺呢方面就唔講進攻，喺防守方面肯定係一定彌補咗我哋以往嘅不足先咯。咁同埋其實我哋飛鷹咧有一個都幾不嬲存在問題，個對抗性唔夠，即係可能一受壓或者人哋對方防守緊迫好強壓迫性嘅時候咧，我哋就往往表現好差。咁但係因為阿威始終打過唔同嘅大會，同埋佢之前嗰個年代嘅籃球，即係同我哋嘅知識唔同，咁佢哋帶嗰一樣嘢就係個對抗性提高咗我哋咯。其實都會扮演一個以舊帶新嗰個角色會多啲啦，即係希望將我喺多年夾呢個經驗啦，可以話翻佢哋聽，有啲咩時間要做啲咩嘢。除咗有呂楚威加盟之外，上季因為工作而離開咗球隊一段時間嘅主力前鋒羅文光，亦都宣布今季可以回歸球隊，從而再度加強內線嘅力量。阿光咧，其實我就覺得
真係計時就難。點解咧？始終佢今年第一年做嘢，佢份工又係政府工，佢自己都好努力去調更嘅。但係你知啦，工作上可能大家又有啲嘢就唔到咧，有時佢都會 miss 咗我哋啲練習嘅。但係佢翻嚟都當然係幫助我哋好大。咁始終佢喺呢隊波又係一個不可或缺嘅一個人。咁大家盡量走咯。佢嗰個防守意識係我哋入邊球隊最強嘅，佢個保位意識係我哋最好嘅。就變咗可能個籃底個防守啊保位方面就冇以往有光嗰陣時喺度咁快啦。所以今年有佢翻嚟咧，就我諗應該個防守保位方面係一定好過之前上季。今年我翻嚟啦，咁同埋又多咗阿威嘅加入啦，咁都今年會係重新開始。咁但係磨合咧，實際真係因為少一年差都半年時間，你話狀態實際就未完全翻嚟。始終真係放低咗籃球都一段時間啦，唔係成日再好以前咁樣打夜打，係需要時間重拾翻嗰種感覺嘅。同埋隊友之間又好陌生，但係我就未滿意自己嗰個狀態表現，係啦。基於現時球圈嘅生態，大球會每季都會重金禮聘具實力嘅球員轉頭，但飛呢班球員就因為自細玩到大，大家有住共同嘅信念同埋承諾，即使金錢利誘之下，亦毫不動搖。呢啲就係飛鷹嘅珍貴之處。有時見佢哋會見得多個屋企人咯，即係可能練完波啊，會一齊食飯啊，咁有時真係會約出嚟傾下偈啊，或者睇戲啊啲，即係嗰啲活動都會成日都係約呢班朋友。其實都係同平時你哋嗰啲大家朋友相處差唔多咯，都係練完波就坐埋大家食下飯啊，嘻嘻哈哈。不過我哋每一個生日咧都會慶祝嘅。係啊，呢個亦都可能，我覺得係我哋對嗰個維係優點。其實一定係擺球隊啊兄弟行先㗎啦，因為你始終都咁多年啦。即係如果坦白講要走，其實一早就已經走㗎啦。咁即係唔會等到而家大家個感情咁深厚啊、咁耐啊，你先考慮呢啲方面嘅嘢咯。香港冇職業籃球嘅，咁如果你要好多人都講啊，如果你要發達嘅，你要揾好多錢嘅，你真係唔會揀做嚟打籃球。打籃球真係幫唔到你去達成你呢個金錢嘅夢想。你俾錢我都唔可以養我到啊！咁我係飛鷹唔同喎，呢兩我嘅興趣。我哋以前可以放學就打波，打到黃朝辦就翻屋企瞓覺，就係翻學，放學打波翻學課。咁其實一個樣嘅生活啫嘛，但係只不過而家係有份壓力嘅，生活上有份壓力，但係要睇自己識得分配。但係如果中意呢樣嘢，我相信會分配到。我覺得呢一份感情或者呢一嚿嘢喺我心目中更加有價值咯。睇翻今季飛鷹響能排賽嘅表現，4戰裏面做出2勝2負，大勝過星斑馬新青聯54分。不過晉級嘅關鍵大戰就不敵老對手福建，而且比賽裏面得分仲任過於圍繞住梁文雄同埋呂楚威，因此其餘嘅隊友必須挺身而出，做到攻守平衡。按照教練嘅部署，飛鷹今季嘅正選陣容包括控球後衛就有主將梁文雄，得分後衛沿用翻1號仔高榮生，小前鋒當然由攻守兼備嘅呂楚威擔任啦，大前鋒屬於港隊代表羅明光，中鋒就有就讀城市大學嘅蔡龍德出任。替補陣容包括控球了得嘅陳耀祖，贏過港區單對單大賽嘅前鋒蘇依俊，中鋒就有讀緊理工大學嘅莫家俊，仲有擅長突破嘅陳家俊，以及專責響外圍貢獻嘅沈聰。雖然主力球員經驗足夠，加上活力與衝勁，絕不比其他球隊遜色。咁飛鷹來季仲有咩地方可以改善呢？即係我現在睇翻個用球嘅時間，啲以前嘅叫做 running 跟，其實我哋係弱咗㗎啦，即係可能依賴咗內線打波啦。咁但係希望今年我哋會改變翻嚟，打翻啲真係快啲啦。其實因為我哋又唔同嘅，因為咧我哋始終個班底咧嗰個資源方面咧，同嗰兩隊強隊咧仲係有參差嘅地方嘅。而家香港嗰個制度咧，始終都係一個冇乜特別嗰個安排。即係譬如咩啲轉會制度啊咁樣保障到即係下4個球員嘅資源不足嘅地方。咁如果你話要我哋啲喺呢個財政方面冇咁強大嘅實力去對抗嗰兩隊資源龐大嘅球隊咧，就一定困難嘅。因為點解咧咁樣？就算我哋培訓到啲球員嘅話咧，啲球員好難為咗佢嘅方向或者經濟，佢好容易咧就俾嗰兩隊球隊吸納咗。
加上就算有好嘅外援嘅話咧，我哋都冇辦法去同佢競爭爭取呢樣嘢。咁所以我就希望咧，如果能夠有一日咧，總會能夠有一個好嘅方向去支持到、體諒到我哋呢啲咁嘅球會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就香港籃球之福。飛鷹近況表現十分理想，今季聯賽頭4場全部勝出，其中更首度戰勝永倫，令球隊上下士氣高昂，更為到今季所定係目標，打下一支強心針。今季都係希望保住頭3先啦，但係都真係要望下頭1、2咯，即係唔好再永遠留喺第3名嗰度發搏緊陣。今年我覺得俾個目標自己打入決賽先係最緊要，入咗4強先，再睇下點樣打入決賽。香港個甲組入邊多啦，都係8隊，所以希望一定係越前越好，希望爭取到入決賽先啦，都係。如果我哋今年嘅目標希望係爭決賽席位先啦，係啦，真係我哋都希望可以贏到永倫或者去南華市啊其中一隊。我哋點都係要衝擊呢兩隊㗎啦。咁所以咧，我哋希望今年咧亦都係能夠保3，爭取1、2。有咧，好啦，啱啱大家頭先睇過咧就係飛鷹嘅季前特輯啦。至於今晚抽獎嘅禮物就係我手上呢一對 Adidas Crazy Light 2一對好輕嘅波鞋。鞋碼方面咧就係 US 10號半名額得1個嘅啫。好啦，咁啊，但係問題之前咧都要揭曉翻上一集答案嘅。上一次係問大家啦，咁啊究竟超品喺上季嘅甲1咧聯賽入邊排名第幾咧？咁啊答案就係第5㗎，而得獎者就係呢一位啦，去命飛。恭喜晒輝哥啊！我哋會有專人咧通知你領獎㗎啦。至於今集嘅問題就係問大家頭先睇過飛鷹季前特輯㗎啦，究竟飛鷹喺上季嘅季後賽最後排第幾咧？嗱，講真啦，唔識答嘅朋友都即管入嚟搏一搏㗎，入到嚟我哋咧 Facebook 入邊嘅有線電視體育王嘅專頁留低個答案，咁啊記住啦，除咗留低答案之外咧，我哋為咗擴充營業咧，希望大家將個 post share 出去，咁先為之叫有效嘅。冇錯，至於截止日期咧就係聽日晏晝嘅6點鐘啊嚇，咁啊我哋之後咧會抽出1位得獎者啦，嗱睇嚟大家啦，每個 Facebook account 咧只可以留言1次啫，同埋希望你哋將你設定為公開嘅身份先得㗎。冇錯，因為我哋係務必會起大家底㗎。記住，我哋頭先都講過啦，休息係為咗走更遠嘅路。咪住，你休息咧，你係瞓一陣嘅意思啫。瞓一陣，我哋起翻身體咧。今日呢個歐霸杯嘅決賽，車路士點樣贏賓菲㗎？冇錯，今晚咧，我覺得賓菲加球迷會多好多㗎。今晚睇完波，聽晚翻嚟繼續睇好喎，再見，拜拜。